来是劳动部来公布着无薪假的人数，到11月中，现这个无薪假的人2668个，比10月底的2040个人加出着628个人，来创下着今年新高的纪录。劳动部公布，上薪无薪假人数统计总共2668个，比10月底2040个关出628个人，甚至是创今年的新高。主要是加了太阳能电池制造业者、甲电子零件组批发业者，两间休无薪假的人，阁超过400个人。近年来，由于中国厂商积极投入资金跟设备，发展转换效率更高的太阳能电池，那造成对于我国厂商所生产的太阳能电池造成明显的市场竞争。分析师讲，对2017年开始就是太阳能、电油产业的过渡期，嘛伫中国拄着继续竞争嘛，因为转型做下游产业，正在调整期，所以休无薪假的人愈来愈多。太阳能电池业者近年来的设备组建完毕，那可以预期近年来未来我国太阳能电池的产业营运状况可望逐步回稳。劳动部强调，虽然这期是创今年的新高，不过大部分的企业休无薪假的人数拢在50个人以下，实施期间嘛无超过3个月。若是特定的产业会转由经济部来探讨，是不是出现着产业的警示？